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係一種人與人之間相處嘅關係啦，就好能夠喺學校面可以代表到。然之後，而且喺中華文化入面嘅仁義禮智，亦都係一種即係人與人相處之間嘅關係，亦都可能可以代表到而家現今社會唔同人嘅相處方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一個古代嘅名言啦，我覺得佢適用於我哋依家嘅個人或者社會嘅一啲道德問題。呢啲前輩寫低落嚟嘅規矩，我覺得係令我哋知要點做人。喺中華文化方面呢，我係對茶藝比較有興趣㗎，因為畢竟啦，我覺得茶唔單止係一種飲品，而係一種生活嘅態度嚟㗎。同時呢，亦都係承載住我哋中華文化入邊嘅飲食文化啦，體現咗呢我哋中華文化5000幾年嘅變化啦，亦都係我哋生活入邊嘅例子嚟㗎。我覺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個道理呢，就係正正能夠體現到我哋嘅校園生活啦，亦都係點解我哋揀咗以校園生活同埋一個女仔同其他同學嘅關係去表達呢個題目。而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係講緊人與人之間相處嘅關係，所以我覺得校園生活就最能夠表達得到。咁今次咧，我哋嘅選材啦，女主角一心咧，其實咧係由原本一個咧對人哋咧係毫無尊重啦，唔會理會別人嘅感受啦，講嘢嘅時候咧係唔會三思嘅女仔啦。咁自從有一次咧，佢考試咧就考衰咗啊，咁咧同學咧就以同樣嘅方式咧去對待翻佢啦。咁一心咧係覺得呢件事係唔開心㗎。咁其後咧有一位同學咧亦都去開解一心啦，令一心明白到咧佢之前對人哋嘅態度咧係唔好㗎。咁之後咧一心係借住呢個班際歌唱比賽呢個契機啦，去帶領同學去準備啦，最終更加係令呢個比賽咧我哋係獲獎㗎。我覺得最大嘅困難都係拍攝時間上面啦，因為喺當中我哋有好多唔同種種嘅活動啦，可能例如我哋喺片入面有提到嘅可能歌唱比賽啊，或者考試啊，呢啲都係真實喺我哋當時拍攝嘅時候發生嘅事啦，所以時間的確係好倉促啦，當中亦都有諗過可能放棄今次嘅比賽，多謝老師啦、學校同學嘅幫手啦，然之後先有今次嘅成品。我就深刻咁學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嘅道理啦。咁然之後都好感謝老師同埋同學付出嘅時間啦。咁同埋同同學建立更深刻嘅友誼啦。